妹姊妹平安。自会进前我来做消息报告。第一，今仔日廖牧师前往到高雄圣教会来正道，请为着牧师的侍奉及出入的平安代祷。第二，参加南部教区10月初2至初4双清3日游的兄弟，请伫10月初2上午8点20伫教会来集合。8点半要来发车，车顶有备办着早顿，请会记得载着身份证、健保卡、甲随身的医药药物。第三，10月初8后礼拜日下午1点，将伫教会3楼要来召开10月份定期的执事会，请执事同工注意着时间出席会议。第四，10月14拜六上午8点半至下午5点半。新楼土竹合作社将伫中英中学大礼堂要来举行50周年感恩礼拜及爱心公益欢友会，社员甲非社员拢会当来参加，敬仰兄弟一同来参加。第五，10月22礼拜日下午，教会一同也要来前往到关仔岭风景区半日游，行程也要分做爬山健行组，甲泡温泉组。预定伫当日下午5点半对教会要来出发，交通自理，敬请大家当互相相载。暗顿后要来会庭，敬仰兄弟一同来参加。暗顿的费用是400块，泡温泉的费用搁另外要来算。请伫招待道顶悬或者是上网来报名。第六，10月28拜六上午10点，国家祭坛伫中原大学要来举行。当日上午6点伫教会要来集合坐车。报名费每一个人200块，原价750块。城市祭坛窗仔口来补助了250块，教会补助300块。请至招待道来登记，到教会消息广告分组点选连结报名。咁有补充报告。多谢，系咱要去相亲的旅游当中，伊也有写预备早点对无？毋过我甲你讲，有可能是餐盒迄款甜的。你若要食包仔馒头、豆奶，请自备，较袂含你想的迄个意思无共，你会感觉较可惜安尼。好，所以我以往的几若摆的经验是甜的啦，甜的面包。所以你若要食面包，要准备包子自己准备，好唔好？好，哥，我等下要讲啥？忘记我等下我要讲哦，那个城市祭坛拄则我刚才有10个名额啦10个名额，望咱会当过来甲努力一下，甲伊达标啦70个。即嘛已经报名60位，所以若照着安尼，咱来当阁有迄个心意要来报的人，意愿来当紧来报胡家祭坛。好，谢谢我们请敬拜团一起来带领我们的敬拜。对日出到日落，耶和华的名配得咱的耳朵。从日出到日落，耶和华的名配得我们来赞扬和称谢。不论是线上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场的列在神殿中的每一位，我们请起立，预备，我们来唱诗歌，来用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。俄勒天杯专灵上帝。
管理世间万有，是了阮为大家领受，是听看无无。你也不知，祈求的拢伫阮位，照伊旨意使你智慧。阿拉天父帮咱保守，互你做工顺利。上帝听人慈悲，阮的每日在看顾你，在看着手，天父的名路罕情，伊所愿为福气无尽。阿拉天父，互我敬拜虔诚，听伊真心，伊的百姓应当敬拜，互撒传扬福音，小伊的人，大家齐声讲阿门阿门，欢迎仰敬阿拉伯听。阿拉天父，互我敬拜虔诚，听伊真心，伊的百姓应当敬拜，互撒传扬福音，小伊的人，大家齐声讲阿门，欢迎敬敬阿拉伯听。Amen，咱甲上帝拍拍啊！多谢伊的孝恩，多谢伊，互咱智慧聪明，多谢伊，互咱做事凡事亨通、行通顺利。哈利路亚！咱继续要伫个殿中来调见伊的面。我要踮伊殿中，阿乐敬拜清香，所生离稳定，照亮你的主爱，诉说你的荣光，敬拜到永远。我要踮你殿中。阿乐敬拜清香，所生的稳定，照亮你的主爱，诉说你的荣光，敬拜到永远。呼求耶稣，耶稣，耶稣。仰望你的容面，听叹你的声音，我的主来临。耶稣，
情下，所生的恩典。少年你的主爱，诉说你的荣光，敬拜到永远。在你点中一日，太阳把为千年，心和点难比。仰望你的容面，听叹你的声音，我的主来临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圣洁的忧歌，耶稣，耶稣，以圣洁爱你，耶稣，耶稣，圣洁的忧歌，耶稣，耶稣，以圣洁爱。耶稣的名字是拯救的名字，耶稣，耶稣，伊要对伊百姓对一中甲救出来，耶稣，耶稣，宝贵的名字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以圣洁爱你。咱坐下来祈祷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主啊，感谢你，让我有份伫你面前，让我有生命的名字记伫活命册顶，坚信有这款的福分。我要感谢你，让我伫你殿中一日赢过伫歹人的场面当中带千日。主啊，我会当伫你面前来憔悴你，你面前情情灭灭来到你的面前，甲你相结连。我的心啊，我的心啊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巴拉沙巴拉。主耶稣，我来到你面前，要献上我的人，献出我的心，我要深深来思慕你，我要诚心来敬拜你。主耶稣，我要来
请求我你归我昂，你是我的帮助，是我力量的山源。你的话，互我的心坚定，全心全意来面对。主耶稣，我要来到你面前，献上我的人，献出我的心，深深思慕你，诚心敬拜你，虔诚阿拉你的名。主耶稣，我要来到你面前，永远袂怀疑，永远袂转移，因为你是我天高的招伴，是我安稳的靠岸。你就是我平安，就算予我满满的爱，你就伤我的生命，请求我你归我昂，你是我的帮助，是我力量的山源。你的话，互我的心坚定，全心全意来面对。你告诉我平安，就算予我满满的爱，你会伤我的生命，请求我你归我昂，你是我的帮助，是我力量的山源。你的话，互我的心坚定，全心全意来面对。你的话，你的话，互我的心坚定，全心全意来面对。Amen。是。听从阮的主上帝，阮较无你，阮较无用阮的一生要来跟对你，要来献上予你。主啊，因为只有你是阮的阳光，只有你是阮唯一所要较无、所要追求的迄一位。主啊，阮来到伫你的面前，就亲像诗歌当中阮所唱的，阮即个诗歌正做阮伫你面前的祈祷。阮要讲，主啊，阮要一生要来服侍你，阿阮要们一生要来跟对你。是阮有望一生会当踮伫你的殿中，会当踮伫你的殿中，一生一世要甲你同心同行。主啊，愿你的阳光显明伫阮活命当中，愿你的恩典甲疼痛济搁较济，显明伫你所疼痛的兄弟姊妹当中。愿阮的心同心朝找你，同心跟对你。愿感谢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。阿门。阿门。咱同心来上读新的诫命，请。你着真心、真性、真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诫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，
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尽头。我用新的诫命予恁，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阿门。现在请坐。继续，咱要来读上帝话启应文。第40篇，我启兄弟来应和的时阵，三角大声来上读。你着专心仰赖耶和华，唔通挖靠家己的聪明，伫你一切所行的事上，拢着认定伊。伊要指引你的路，唔通掠家己有智慧，爱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歹事。得智慧、得聪明的，这人便为有福，因为得智慧赢过得义马。伊的利益强如精金，伊的正手有长火烧，倒手有富贵，伊的道是安乐。伊的路全是平安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捌至圣者便是聪明。阿门。伊的道伫咱的内面，咱请下面的时间，三位传道来证道。两位亲爱兄弟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上帝恩典，互咱阁会当伫礼拜日，咱同心做伙来敬拜上帝。伫礼拜当中，咱望阁较济，继续要用听道来敬拜咱的上帝。咱感谢主，今仔日已经是10月初1啦吼，所以10月初1就代表讲，今年已经过了3/4啊嘿。感谢主，虽然时间过了真紧，但是咱犹原看到上帝恩典。上帝疼痛一直拢伫咱的活命中引带咱，只是咱当齐来掀开周报第4面，也是咱有早咱家己的圣经，咱会当来掀开咱的圣经。今仔日咱所要分享的记载伫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8节到18节的经文。提摩太后书第1章8节到18节。现着，请咱着同心来上读这段经文，请你唔通掠互甲咱的主做见证、做见笑，也唔通掠我这为主受管的做见笑，总着照上帝能力，甲我为福音当受苦难。上帝救了咱，用圣召召咱，唔是照咱的行为，乃是照伊的旨意甲恩典。这个恩典是伫万古以前，伫基督耶稣内面赐予咱的。但如今借着咱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，较表明出来了。伊已经甲死废去，借着福音，将迄袂当朽坏的活命彰显出来。我这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，做使徒，做师傅，为这个缘故，我也受这个苦难。但是我无掠做见笑，因为知影我所信的是啥，也深信伊会当保全我所交付伊的，直到迄日。你对我听迄纯正话语的规模，爱照着伫基督耶稣内面的信心甲疼心，时常守条。早前所交托予你的善道。你爱伫靠着迄个带伫咱内面的圣灵，落去来守条。囡仔伫亚细亚的人拢离弃我，这是你知影的。其中有腓吉路甲乌摩基尼，愿主怜悯安尼说服一家，因为伊逐摆予我感爽快，无掠我的锁链做见笑。等到伫罗马的时阵，因琴来找我，并且找到啊！
愿主互伊伫迄日得主的怜悯，伊伫以弗所怎样坐坐来服侍我，是你明明知影的。阿免。咱圣经读到遮，咱搁一摆咱同心来祈祷。听从阮的主，引带阮活命道路的主上帝，阮来到伫你的面前，阮的心仰望你，阮的心较无会当对着使徒保罗写互提摩太批当中，搁一摆明白上帝你真理的启示，搁一摆阮会当知影。阮要怎样亲像使徒保罗共款，为你的福音活出阮荣光的活命。主啊，求你引带阮，互阮伫今仔日的听道当中，互阮传讲的，互阮听道的，拢伫主你的当中，伫你的真理当中，当受造就。愿感谢你，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伫咱做基督徒的人生当中，咱可能拢捌有听过一句话，这句话叫做“上帝对你的一生有计划”。可能有一寡人伫咱的活命当中，甚至是咱会伫咧甲别人传福音的时阵，咱会用这句话来讲，讲上帝对你的一生有计划，所以咱会当心来跟对上帝。咱就会当同齐来尽力到伫上帝伫咱活命当中的计划。无毋对，这句话确实是真正，确实是上帝要伫咱活命当中的计划。但是，咱真正会当安尼相信吗？咱真正会当安尼相信吗？若是讲有一个人讲哦，上帝对你的计划是啥物呢？是会当互你工作拢真顺利啦。就亲像伫诗篇当中所讲的，哦，若是敬畏耶和华的人，若是照着义人的道路来行的人，哦，上帝互你凡事亨通，凡事拢顺利。哦，咱会感觉讲，哦，对，这就是上帝互我的计划，我就是爱来跟对上帝。但是呢，若是有人对你讲，上帝对你的计划是你的一生爱受苦难，是你的一生你会破病，你会得到什么款的病痛？甚至是你的厝邻的人会离开你，甚至是伫你的一生当中，你会拄到真济困难，是你无法度赢过。安尼，你敢会相信讲哦对，上帝啊，这是你对我的计划？可能一寡人就开始会感觉讲，哦，安尼安尼，这个上帝可能毋是我所要相信的上帝，因为可能伫咱活命当中，咱定定所要相信的。无一定是迄位上帝，是迄位会当祝福互我的上帝，才是我要相信的。所以伫咱的活命当中，咱爱来思考这件代志。我就举一个例来甲大家分享。这个人是使徒保罗，伊是提摩太后书的作者。使徒保罗，咱会当来想看卖？使徒保罗兄弟姊妹，你感觉上帝对保罗的计划是啥物呢？上帝对保罗一生的计划是啥物呢？保罗对伊少年的时阵开始，伊是一个迫害教会的人，但是后来呢，虽然伊信主啊，但是当伊信主了后，伊的日子过了比以前还未信主的时阵更较艰苦。当伊开始信主了后，伊为主有大发的心，会当去到逐个所在传扬福音。但是当伊去传扬福音的时阵，哦，伊是安那？伊是去到逐个所在，都互人安那？都互人感觉厌弃伊，感觉讲哦，伊所传的道我无要相信，甚至是会去甲伊赶出去，无欢迎伊。佮甚至伫一寡所在，当伊咧传福音的时阵，就有人去叫官，叫这个官府会当来伫当中来甲伊掠去关。为着是安那？为着是伊所传的福音是甲因所爱的，是因所想要爱的，是无共款的。所以伫这当中，保罗伫当中，伊伫伊的活命当中受到真济的苦难，但是保罗伫遮犹原专心朝找上帝，专心跟对上帝。咱要来想看卖是，若是讲
你是保罗，你要想要爱这款的计划吗？你想要爱上帝伫你活命当中有这款的计划吗？还是讲，我会当用另外一个方式来问大家：当你知影上帝对你的计划是安尼，你有缘会相信伊吗？这可能是真侪基督徒伫信仰当中，为什么信仰会失落？为什么后来会离开教会的原因？因为经历苦难的时阵，感觉讲上帝无甲我同在啊！因为经历苦难的时阵，就感觉讲我所相信的这位上帝，为什么互我拄到这个代志？所以就是因为安尼，真侪基督徒因为安尼离开教会。但是保罗甲咱的教导毋是安尼。保罗伫当中对提摩太所讲的代志是安那？你毋通掠到咱的主做见证、做见效，嘛毋通掠我这为主受管的人做见效。总是爱照着上帝的能力，甲我为福音当受苦难。这嘛是咱今仔日所要分享的主题。保罗伫罗马书当中嘛讲过一句话：无掠福音做见效。这是啥物意思呢？也是讲，咱应该爱问一个问题：为什么福音会成做一个见效的代志？为什么福音会互基督徒感觉是见效的代志呢？其实就是因为上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这个苦难。因为咱袂当接受讲，上帝为什么互咱遭有着这个歹代志？也是讲，有人会问你讲：哦，你信的耶稣毋是足厉害吗？啊，为什么你信耶稣遮厉害，你阁会拄着这个代志？当咱无法度回答这个问题的时阵，咱会感觉讲：哦，我信耶稣真正是见效。但是实际上，保罗甲咱所讲的毋是安尼。保罗伊的一生，伊确实是经历真济苦难，但是伊无掠家己遮个苦难做见效，颠倒是有一寡认捌伊的人，可能伫教会当中有一寡重要的人物，颠倒是因为保罗所受的苦难来离开伊啊。就亲像咱头拄仔所读的经文当中，甲咱讲的，伫15节当中讲，既然伫亚细亚的人拢离弃我，这是你所知影的。其中有腓吉路甲欧摩基尼，这个人是保罗伫提摩太后书当中对提摩太所讲的。这个人呢，腓吉路甲欧摩基尼，这个人拢是安那讲，既然伫亚细亚的人，所以其实是真济人离开保罗。为什么离开保罗？因为保罗互罗马政府掠去关。所以，遮个人就离开保罗，讲哦无啦，我甲保罗吼毋是做伙啦。阮所传的是阮的福音，甲保罗无共款。即个意思是啥物？就讲你要掠吼，就掠保罗就好，莫掠我。所以，遮个人就离开保罗。其中，遮两个人可能就是伫遮个亚细亚的教会当中真重要的人物。所以，保罗写批互提摩太，提摩太当时。伫以弗所教会咧服侍，以弗所教会就是伫亚细亚教会当中的其中的一个。所以保罗伫遮劝勉提摩太的时阵，就知影讲，这是你知影的。但是安那，但是你毋通甲因共款。我所劝勉你的，就是你毋通甲因共款，你毋通掠我这被主受管的人做见效。因为安那，因为咱所信的福音，因为咱所信的福音是真的，咱所信的福音是真正上帝真理。所以今仔日咱就是要用分两个部分来分享。第一个，咱就是要分享为什么咱毋通掠福音做见效。第二个，就是咱要怎样会当莫掠福音做见效。首先，保罗伫遮甲咱讲。第9节到第10节经文当中，甲咱讲，上帝救了咱，用伊的圣召召咱，毋是照咱的行为，乃是照伊的旨意甲恩典。
照伊的稳定。保罗伫当中所强调一件代志，就是咱的得救，毋是因为咱做了啥物好代志，咱毋是因为咱有啥物款的好行为，所以上帝讲好，即个人是好人，所以我爱救伊，我爱拯救伊，毋是安尼。是当咱还未出世进前，当咱还未做啥物款的好代志进前，上帝就已经定义讲，即个人是我所疼痛的囡仔，是我所疼痛的囝儿，我所疼痛的我所疼痛的儿女。所以伫当中，保罗强调一件代志，这是上帝恩典。恩典的意思就是这原本毋是咱应该得到的，但是上帝有缘赐予咱，这就是恩典。恩典的意思就亲像礼物，礼物就是这原本毋是属于咱的，毋是咱做啥物代志去得到的，毋是讲咱做工课，所以咱就会当趁钱，这是工资。但是安那，上帝所赐予咱的是恩典，毋是咱做啥物代志，是上帝赏赐予咱的。这一切完全拢是上帝恩典，是依照着伊的慈爱甲怜悯加添予咱。所以保罗伫遮就继续强调讲，这个恩典是借着咱的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，甲表明出来。原本伫旧约的时阵，可能这个恩典其实已经存在啊，但是还未彰显出来，是借着耶稣基督来到伫这个世间，耶稣基督为咱定十字架，并且受死割活，后来伊所彰显的救恩，就是这个恩典。所以保罗伫当中讲，因为耶稣基督的割活，互咱有赢过死亡的愿望，互咱有一个永远活的愿望。这就是咱所信的福音的本质。保罗伫这两节经文当中，甲咱讲，这个福音的本质，咱所相信并且咱所传扬的福音，是上帝奇妙的作为。保罗为什么爱讲这个话呢？保罗所讲的就是，若是讲咱真正安尼相信，咱真正安尼相信福音的内容，安尼咱就卖掠福音做见效。因为安那，因为咱家己已经是亲身经历上帝的拯救，咱家己已经是亲身经历上帝的拯救，所以既然咱所传的福音是真的，既然咱所传的福音是咱亲身经历过的，安尼，咱为什么爱为着这个福音来感觉见效呢？这就是保罗的意思，因为福音是真的。我用一个比喻来讲，这礼拜拄好是中秋节，中秋节通常大家人拢会创啥？拢会烘肉吼？毋是啦，中秋节毋是要烘肉啦，中秋节拢是应该爱做的，是安那？是赏月嘛，对无？是迄个欣赏迄个画娘，感觉真水，对无？应该。古早进前的中秋节应该是安尼嘿，是来到最近十几年的时阵，才开始有咧烘肉。所以伫中秋节当中咧赏月，安尼咱会当看到讲哦，伫画娘顶面有啥物？咱有看到啥物？看到啥？嫦娥吗？还是安那？还是玉兔？还是吴刚？咱有看到这吗？嘿，若是讲吼，咱咧。赏月的时阵，咱就对咱边仔的人讲：哦，敢有看到嫦娥伫遐？哦，伊敢会相信？袂嘛？为什么？因为迄毋是真的。因为真正人无法度安尼去到伫画娘顶面，所以咱若是去外口，甲人讲：哦，我看到吼伫画娘顶面有嫦娥呢，有玉兔呢，可能有一寡人就安那，就笑咱会讲：哦。到伫2023年，你阁安尼相信哦？拢什么时代啊？安尼咱就会感觉见笑。为什么？因为咱所讲的是无有证据、无有根据的，才会传说。但是安那？但是咱所传的福音毋是安尼。
因为咱所传福音，毋是讲迄个无有证据的福音，证据伫倒位？就是伫咱每一个人的活命当中。因为咱已经经历过即个福音，所以咱会当知影讲，咱所传的是真的。咱所传的毋是亲像伫画牛顶面有嫦娥有玉兔安尼讲，安尼传说尔。咱所传的是真的，上帝真正拯救咱，耶稣真正为咱来死。所以，若是咱已经真实有即个经历，就算讲咱所传的，人犹原笑咱讲哦，你所传的迄个活动是假的，咱嘛是感觉安那，袂感觉见笑，因为安那，因为咱家己亲身经历，咱家己会安尼相信。保罗所讲的，就是即个意思，因为伊家己会当知影讲，伊家己就是受到上帝所拯救的。啊，佫会记得咱顶一摆诶正道当中所强调的一句话，保罗用伊的一生来见证一件代志：基督耶稣降世，为的是要拯救罪人。使徒保罗，就是伊亲身经历耶稣基督的拯救，所以伊会当去到伫逐个所在，伊拢是安尼咧传讲，基督耶稣降世，为着是要拯救罪人。因为伊所传的是真理，伊就袂感觉讲见笑。那位亲爱的兄弟，咱若是嘛安尼相信，咱就毋通掠福音做见笑，因为咱家己甲保罗同款，咱已经是亲身经历上帝的拯救。既然咱拢已经亲身经历过啊，安尼为什么咱会爱感觉见笑呢？这是第一个，咱毋通掠福音做见笑的原因。第二个，咱所看的原因是安尼。提摩太后书第1章11节到12节开始，保罗讲到：我为这个福音奉派做传道、做使徒、做师傅，为这个缘故，我也受这的苦难。第二个，为什么会掠福音做见笑的原因，就是安那，就是因为人会经历苦难，因为基督徒会经历苦难，所以这嘛是咱爱面对的问题。保罗传福音，但是因为安尼来面对苦难，咱若是咧读哥林多后书的时阵，咱会看到哥林多后书11章当中，保罗真详细记录伊伫传福音的当中，伊经历什么款的苦难。这个苦难，但是安那，保罗为什么无因为安尼掠福音做见笑呢？这个意思是讲，若是有人咧对你讲，你所信的上帝哪会无帮助你啊？你所信的上帝毋是遮尔厉害，为什么佮互你受遮尔济苦呢？安尼，你犹原爱安尼相信吗？兄弟姊妹，你会怎样来回答呢？我相信，这对真侪人来讲，毋是真容易回答的问题，甚至是有一寡人可能因为安尼就离开信仰。但是，就亲像咱头拄仔所讲的，既然咱已经亲身经历这个救恩是真的，既然咱已经亲身经历这个救恩是真的，安尼，咱就爱相信上帝恩赐，咱就爱相信上帝恩赐。所以保罗伫遮讲，但是我无掠做见笑，因为我知影我所信的是啥，我所信的迄位上帝是啥。保罗就是安尼来回答。保罗教导咱面对苦难的态度是：我相信上帝，伊可能即马还无帮助我，但是伊已经拯救我，这就是福音。保罗的意思，虽然伊即马可能还未帮助我，但是我已经得到拯救啊！我的活命已经得到拯救啊！这就是福音。上帝
敢无办法拯救咱脱离苦难吗？有，伊一定有。上帝一定有办法，但是伊伫真济上帝已经伫真济人的心上显明伊的心力，就是要互人感觉讲对，这个上帝是全能的上帝，这个上帝是赢过苦难、赢过死亡的上帝。但是为什么上帝无帮助我呢？这才是真正的问题。可能上帝有伊的计划，可能上帝伊的时阵还未到，咱唔知影。但是咱知影的一件代志，就是咱上帝已经显明了一个上大的心力，就是啥物？就是伊对死搁活，伊互耶稣基督对死搁活，显明伊是赢过死亡的上帝。所以咱会当倚靠耶稣基督，咱嘛会当得到拯救。所以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我无法度代替上帝来回答所有关于你苦难的问题。保罗也无法度回答，但是保罗教导咱的代志，就是咱已经受拯救啊！咱着莫掠这的苦难做见笑，因为因为这毋是上帝要互咱的结局，这毋是上帝要互咱的结局。伫咱教会当中，虽然咱教会可能无真侪人知影讲伫外口、伫外国咧宣教是啥物款的情形，但是咱可能有看过一寡宣教师的记录、宣教师的见证，因到伫一寡无相信上帝的所在，因伫遐传讲福音的时阵，是面对真济活命的危险。最近阮所顶摆的一个同工，因的家庭，因伫当中因有计划想要到伫土耳其迄个所在咧宣教。因到伫土耳其迄个所在想要宣教，因就开始咧找讲有一寡人会当成做因的帮衬，成做因的支持。伫当中伫进前的时阵，因就有机会甲阮分享因的见证。因受训练，为着是要出去宣教。伫出去宣教进前，伊讲伊讲伊出去宣教进前，因要差派因出去的迄个机构吼，拢已经叫因恁出去进前，恁爱先甲恁的遗书拢写好，因为恁出去的可能无一定的安全倒转来，所以恁出去进前爱先甲遗书拢写好。我听到这个话，我就感觉讲，为什么因愿意为着一群无认捌的外国人，因无认捌伊的外国人，但是因愿意为着因安尼做，因为因为这个人还阁无认捌上帝，因为这个人因需要上帝的救恩，并且上帝的心意就是要拯救这个人。所以，因着亲像保罗同款，受上帝的呼召，因着出去，去到伫遮个所在来传扬福音。这就是保罗伊的心志。苦难对伊来讲算啥物呢？对伊来讲，真正重要的代志是，伊敢有做会到上帝伫伊活命当中要吩咐伊所做的代志。这才是保罗伊所关心的代志。所以，保罗伫哥林多后书当中是安尼讲，第4章16节到17节，咱同齐来读这段的经文，请。所以，咱无丧胆，外体虽然毁坏，但是内心却是一天新事一天。咱这至渐至轻的苦楚，是为咱成做咱成就。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，阿门。保罗伫当中所讲的，我所受的这个苦难，拢是暂时的，拢是真轻的。甲啥物比起来呢？
甲未来我所要得到的，上帝要伫我活命当中所成就的，极重无比、永远的荣耀比起来，我所受的苦难拢是暂时的，拢是轻省的。保罗伫当中所讲的，咱受的苦难，唔通成做咱的见笑。咱受的苦难，爱是咱的荣耀，是上帝为着要成就伫咱活命当中，咱的路尾要得到的极重无比、永远的荣耀。所以保罗伫遮就甲提摩太讲，唔通掠福音做见笑。这福音是你的荣耀，福音是上帝伫你的活命当中所显明荣耀的计划，荣耀的计划。伫咱活命当中，咱会当安尼来相信嘛？第二个部分，咱要继续来讲，咱要怎样会当唔通卖掠福音做见笑呢？其中一个上重要的，保罗甲咱讲的，就是安那。爱有愿望，就是亲像咱头拄仔所讲的，迄个极重无比、永远的荣耀，爱成做咱一生的愿望。这个愿望就是保罗伫遮所讲的，愿望就是上帝透过圣经的启示，赐予咱的应允。这个应允就是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，就是迄日。所以咱若读今仔日的经文，咱会发现。保罗有2摆提到迄日，迄日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，咱会当得到主的奖赏，咱会当得到主的称赞。虽然世间人可能拢笑咱，可能拢感觉讲哦，你所相信的这个无人，你所传的这个无人会相信，但是咱犹原咱犹原感觉哦，咱所做的是上帝爱咱做的。咱就得到主的称赞，这就是咱的愿望。因为安尼，保罗就劝勉提摩太讲：你爱持守，你爱坚守这个纯正的善道。保罗伫遮讲：你对我所听到的遐个纯正话语的规模，爱用伫基督耶稣内面的信心甲疼心。时常来修调。我早前所交托予你的善道，你爱靠着迄位住伫咱内面的圣灵，真牢靠来修调。保罗伫遮劝勉提摩太，爱坚守这个纯正的善道，也就是圣经的真理。因为安那，因为这个圣经的真理，就是耶稣基督救恩的福音，这嘛是。伫咱活命当中，心中有愿望的原因，因为这是福音，所以咱有愿望，所以咱就会当努力去把这个福音传承落去。所以咱要怎样来修调这个福音呢？保罗讲，就是爱靠着住伫咱内面的圣灵来修调这个福音。这个圣灵是伫咱活命当中所做。奇妙的工作的圣灵，耶稣称这个圣灵叫做保惠师。保惠师的意思是啥物？就是圣灵住伫咱的内面，伊会为咱保守这个福音的恩惠，这叫做保惠师。保罗的意思嘛是安尼，爱靠着咱住伫咱内面的圣灵，咱无一定靠着咱家己。咱无法度做会到，但是咱会当靠着住伫咱内面的圣灵来做会到。保罗讲，福音的真理是无改变的，福音的真理对2000年前到即马拢无改变，但是需要有人一直安那，一直把这个真理传承落去。所以保罗修调这个福音，保罗嘛对提摩太讲，你嘛爱甲我同款。你着爱甲我共款修调这个福音，就亲像我是怎样借着圣灵来修调这个福音共款，唔通互世界的潮流来甲这个真理带走。
你爱伫你的活命当中坚守即个真理。所以，咱毋是干那爱守条咱家己尔，咱该安那亲像保罗共款，甲真理传承落去，互搁较侪人会当甲咱共款，伫上帝、伫圣灵的保守当中，咱会当拥有即个荣耀的愿望，就是拯救咱活命的福音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咱所领受的福音的愿望，咱爱有一个期待，将这个宝贵的好消息一直传讲落去，传讲给遐个还未当受福音的人，传讲给遐个会当甲咱同受福音好处的人，互咱甲因做伙同行天路。这是上帝伫咱活命当中的恩赐。最后，保罗分享一件感恩的代志。虽然进前伫15节的时阵，保罗讲有一寡伫亚细亚的人离开了保罗，但是嘛是有人安那无离开保罗，嘛是有人无离开保罗，颠倒是安那，因搁较想要为着保罗来做啥物？就是即个人，伊的名叫做阿尼色弗。阿尼色弗即个人，保罗是怎样形容伊的呢？保罗讲：哦，伊逐摆吼拢互我感觉爽快。即个意思就是，当保罗伫罗马受关的即个期间，阿尼色弗定定会去安那帮助伊，互伊得到安慰，互伊感觉心中喜乐，甚至是伊无了。保罗的少年感觉见效，这就是保罗进前所劝勉提摩太。保罗伫第8节的时阵，伊甲提摩太所讲的，毋通因为我受关就感觉见效，因为安那阿尼色弗即个人，伊就是安尼做，伊无了我受关感觉见效，伊颠倒是安那。保罗讲，伊伫罗马的时阵，伊真殷勤来找我。并且找到啊！伊真殷勤来找我，并且找到啊！这描述讲阿尼色弗即个人，伊去到伫罗马要找保罗的时阵，伊是安那？伊毋是讲哦，我去问讲哦，你敢有听过保罗即个人？哦，无吼无吼，安尼我找无啊，我要转去啊！伊毋是安尼呢，伊是真殷勤去到伫逐个所在来问讲。哦，你敢有看过保罗即个人？你敢有知影保罗即马踮伫倒位？你敢有知影保罗伊可能互人关伫啥物所在？伊去到伫逐个所在，一直咧问，一直咧问，一直咧问。伊就是一个目标，我就是要找到保罗，因为安那，伊即马需要我的帮助，我爱来服侍伊。这就是安尼说法伊所服侍的态度。这嘛是咱爱服侍的态度。咱可能一寡人会感觉哦，我要关心一个人，我要关心一个会友，我就讲哦，我要打电话给伊，打电话给伊，哦，伊无接呢，安尼我关心了啊。敢是安尼？无，伊爱关心即个会友，就爱安那，就爱打电话无接，就安那，就可能就用LINE还是用啥物留言给伊，感觉讲哦，我即马咧找你，我真关心你。我就是望会当知影你即马过了好毋好？后来安那，就是伊有看到，伊有回答，他讲哦，继续会当甲伊找到，就是会当为伊祈祷，会当若是伊有需要帮助，我会当来帮助伊。这是保罗所称赞的迄个服侍的态度。保罗所称赞阿尼色弗伊即个服侍的态度，伊就是安尼真殷勤来找着。保罗，伊的愿望就是安那，伊的愿望就是哦，即个人，保罗即个人，只是有需要我的帮助，我就一定爱找着伊。所以保罗嘛提到讲，我以前伫以弗所的时阵，伊嘛是安尼来服侍我，这是你明明知影的，因为提摩太就是伫以弗所咧服侍，所以伊知影哦，阿尼色弗伫以弗所是怎样。来服侍保罗，所以对安尼，咱就会当看出阿尼色弗即个人，伊真正会当讲是保罗相当会对保罗
非常忠心的一个同工，伊愿意用伊的心，用伊的真济的心力，会当来帮助保罗，是因为保罗即马需要伊的帮助，所以伊就愿意用真济时间付出，就是要来帮助这位有需要帮助的人。兄弟姊妹，咱毋望咱嘛会当成做即款的人，毋是对保罗忠心，是咱会当对彼此忠心，对教会忠心。安尼，咱彼此就会当成做一个真亲密、连结、做伙的同伴，也是讲咱会当用一个词来形容，叫做战友。战友就是战友，咱同齐做伙征战的朋友，这叫做战友。伫即礼拜当中，拜祀的牧者祈祷这段当中，即个基督教经历报来到咱教会的当中，甲遮的牧者做伙来分享基督教经历报的事工。伫即个经历报事工，伊就分享因的做媒体事工的目标是啥物呢？因毋望讲会当成做教会战友，啥物意思？就是虽然因可能是用无共款的方式来征战，但是犹原安那，咱有共款的目标。伊讲因经历报会当去收集真济基督徒、真济人的见证，就会当互教会会当用这个见证来传福音。这就是彼此互相安那，互相帮助。经历报嘛需要教会伫当中来为因奉献，来为因支持，会当为因宣传。这拢是彼此互使、彼此配合，成做一个战友。所以战友的意思，就是咱拢伫同一个战场顶面，咱有共款的目标。虽然咱彼此会当用无共的方式来征战，但是咱会当成做彼此帮助、彼此扶持的同伴的关系。这就是战友。伫咱活命当中，咱有找到安尼甲咱同行天路的同伴无？咱毋望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拢会当找到有即个同伴，会当甲咱做伙，互咱行伫即个苦难当中的时阵，就亲像保罗共款。虽然伊踮伫苦难当中，但是因为有人伫当中陪伴伊，有人伫当中服侍伊，有人伫当中无离开伊，伊就感觉讲，我踮伫苦难当中，我袂感觉见笑，因为有人甲我做伙，咱是共款的目标，咱有共款的目标，会当同心来努力。伫顶个月咱伫阮新学院的同学吼，有做伙来举办一个同学会。这个同学会呢，其实已经伫顶一摆吼，已经是2019年啊，就是已经有3冬4冬的时阵无办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就2019年的时阵是顶一摆的同学会。但是伫即个同学会了后呢，就是安那，后来就是轮到阮来主办啦，轮到阮来主办吼，所以阮迄个时阵，阮到2020年的时阵，拢咧想讲吼，阮要伫当时开始咧来做伙来办即个同学会，但是就拄着疫情，所以呢，真济所在拢安那拢无法度去，所以就因为安尼，即个同学会的暂缓的延后，但是延后呢，就一直延到去今年吼，这段时间吼，拢一直无办，因为一直拢足无用，有真济代志。但是伫这段时间当中呢，就一直有同学吼，一直拢咧问讲咱当时要办同学会，咱当时佫会当做伙，咱当时佫会当组织做伙，就是因为安那，因为遮个人一直拢咧问，一直拢期待讲。咱会当去做伙，所以今年就有缘会当找时间，
伫暑假过后，开始有一段可能袂较无用的时间，所以就伫当中，就找即个时间会当同齐组织。虽然就是干那一个暗时甲一个早时遮的时间尔，袂到规工哦，干那一个暗时甲一个早时的时间。但是当遮的同学组织，遮的同学组织做伙的时阵，虽然咱拢知影，咱彼此的服侍拢真无用，但是咱嘛犹原拢安那非常期待讲，咱会当甲同学做伙，咱会当甲咱的同学做伙，就会当安那，就会当彼此来接待，会当彼此来为着彼此来祈祷。所以这张相片，就是咱伫同学会当中，咱为着咱伫当中身体软弱有需要的同学，咱为着因来祈祷、来祝福、求上帝的带领。咱感谢主，因为安尼，咱会当感觉咱是行伫同一条路顶面，咱是徛伫同一条船啊顶面，咱就是望的，就是安那，咱是做伙，咱是做伙同行天路的同伴。咱伫主的内面，咱有共款的望，所以咱无掠福音做见效，因为咱有同伴，咱会当同心努力，等到咱会当为着咱踮伫患难当中的同伴，咱会当为因尽一份心力，因为咱知影上帝看顾咱，上帝引带咱的道路，所以咱要怎样卖掠福音做见效呢？当咱有这个望，咱就袂感觉讲见效，因为咱有这个望，咱会当知影，这不是见效，这是咱的荣耀，这是上帝伫咱活命当中所显明的荣耀，所应允要赏赐予咱迄个极重无比、永远的荣耀。保罗伫提摩太后书当中甲人讲。保罗伫写提摩太后书的时阵，可能已经是伊身体已经渐渐被砍入，伊感觉讲伊的日子已经无济啊，所以伊就写批予提摩太。一方面是要叫提摩太较紧来看伊，一方面嘛要讲伊一生服侍的心情，伊是怎样服侍上帝，伊望提摩太嘛会当承接这个服侍的热情，继续伫伊所服侍的教会当中传承这个福音。所以提摩太后书，咱会当讲是保罗伊的遗言，伊就是伫伊活命当中最后的劝勉，写予伊所疼痛的属灵的囝提摩太。伫这当中，咱会当感受到保罗伫伊的活命当中。伊真正是足真诚的感情，嘛感觉讲，伊一方面就是感觉为着有一寡人因为伊受关，就离开伊，伊感觉可惜；一方面伊嘛感恩，因为有一寡同工甲伊做伙。所以保罗伫遮，伊讲到，伊强调伊忘掉做使徒的这份，伊无了做见效。伫伊的一生当中，伊就是安那，凭着伊对上帝的信心的服侍，带着望会当来军队上帝，因为伊深信，伊已经完成了上帝的托付。当主再来迄一日，伊会当得到上帝的奖赏。所以，当咱来看保罗的一生，伊确实伊无掠福音做见效。因为伊所传的福音是伊家己亲身经历的，是真正会当改变人活命的福音。所以，虽然伊因为安尼受苦难，伊嘛犹原要用伊的一生，伊就是要将这个福音来见证出来。伊就是敢若有一个心志，我要传扬这个福音，我要互更较侪人，因为我
来经历上帝的救恩。对咱来讲，咱的人生嘛应该安尼为着福音来做见证，用咱受改变的活命来见证上帝怜悯的恩典，见证耶稣基督为咱舍命的救恩，见证圣灵伫咱活命当中更新的大能。基督耶稣降世，为着是要拯救罪人。这是咱顶届的讲道当中所分享的。这是保罗服侍的初衷，是咱所信的福音的本质，嘛是上帝对世间人上水的心意。所以，咱的福音，咱的使命，就是要来见证、传扬这个福音，唔通掠做见笑。这是咱永远的荣耀。愿咱的活命，就亲像咱一开始所分享的，当咱知影上帝伫咱的活命当中有计划，咱就是安尼相信，并且安尼来跟对。毋是讲这个计划敢是真正咱想要爱的，咱爱想的是，这个计划若是真正上帝爱咱安尼做，咱就照着上帝的心意安尼做，安尼跟对，为用咱的一生来见证这个福音，用咱的一生传讲这个福音。愿上帝伫咱活命当中引带咱、帮助咱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听从阮的主，阮的上帝，感谢你，因为你的拯救，互阮脱离迄个死亡的。脱离迄个罪所带来的死亡，主啊，互阮会当伫你的内面，搁一摆经历活命的更新，互阮伫你的内面，成做上帝你所使用的器具。虽然伫阮活命当中拄着真济的苦难，但是这是上帝你伫阮活命当中的计划，要借着这个苦难。来熬炼阮，来互阮会当成做上帝你所使用的器具，会当真正显明你荣光的器具。所以，阮来到伫你的面前，阮搁较济要来仰望你，阮搁较济要来倚靠你，靠着基督耶稣伫阮内面所显明的能力，阮会当来赢过这个苦难。所以主啊，阮就无掠福音做见笑，因为阮知影，这是你要伫阮活命当中显出你的荣光，显出你极中无比永远的荣耀。阮感谢你，愿你亲自引带每一个伫你内面忠心跟对你的兄弟姊妹，同心甲你同行。阮感谢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。阿门。好，下面时间咱要同心伫主的面前来奉献，就亲像咱今仔日伫讲道当中所分享的，咱知影，咱彼此会当成做彼此会当伴，咱是伫同一个战场顶面，所以咱有同款的目标，咱会当怎样彼此帮衬、彼此服侍呢？其中一个上重要的，其中一个重要的方式，就是咱会当用咱的奉献，成做咱彼此的帮衬。咱的奉献，互教会会当伫当中用伫一寡帮衬人的事工顶面，用伫一寡传福音的事工顶面，用伫一寡互教会会当来见证上帝的名的事工顶面，就会当伫当中帮衬真济有需要的人。咱毋茫用咱的奉献来彼此服侍，用咱的奉献回应上帝对咱的疼，用咱的奉献同心来建立上帝的教会。咱同齐起立，咱用诗歌来学乐，来敬拜，来奉献。
踮你殿中，阿乐敬拜称谢，所生你恩典。主爱诉说你的荣光，敬拜高音对头来。要踮你殿中，阿乐敬拜称谢，所生你恩典。笑念你的主爱，诉说你的荣光，敬拜到永远。耶稣，耶稣。咱当心来领受上帝祝福。愿天父上帝用伊大能的手骨，成做你的保护甲掠看，互你可能踮伫苦难软弱当中，但是犹原会当靠着主的力量，心内面坚定有气力。愿主耶稣基督用伊救赎的恩典，将你活命的罪恶完全除去。互你伫基督内面成做新造的人，互你的一生会当为主的福音做美好的见证。愿世人智慧甲启示的圣灵为你保守主所托付你的真道，互你一生行伫正直公义的道路上，无掠福音做见效，颠倒要成做你永远的荣耀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。天父上帝疼痛，圣灵的感动甲引传，定定甲你同在，特别嘛甲你厝邻的人三甲同在，对他直到永永远远。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兄弟姊妹，请坐。咱今仔日第一堂主日崇拜到这结束，愿上帝祝福大家平安。